金管局推動嘅商業數據通同埋戶口互聯，對銀行業界喺數據應用方面咧係帶來突破嘅。咁尤其喺提升服務效率同埋優化客戶體驗方面咧，成效十分之顯著嘅。咁大新銀行亦都係特別針對中小企客戶嘅需要咧，積極落實多個創新嘅應用場景嘅。譬如喺中小企嘅遙距開戶服務嗰度咧，咁我哋率先係利用咗戶口互聯進行額外嘅身份認證。咁呢個亦都係市場上面第一個喺呢個平台上面應用喺開戶流程嘅一個案例嚟嘅。咁令到成個開戶流程咧係提升咗安全性同埋合規性。咁另外咧，我哋亦都運用咗商業數據通上面嘅公司註冊處資料啦，咁將原本需要人手處理嘅查冊流程，包括係文件嘅下載啦、資料嘅輸入同埋比對呢啲步驟咧，全部係自動化咁樣處理嘅。咁呢個唔單止大幅提升咗營運嘅效率啦，咁更加有效縮短咗開戶所需嘅時間，令到客戶體驗咧係更加流暢嘅。整體而言咧，業界對呢啲措施反應係非常之正面啦，咁認為係有助推動數據嘅互通同埋金融科技嘅落地嘅。